咁今日咧，我哋會嚟到九龍半山睇一個華景山莊嘅單位。咁呢個單位咧，實用面積咧就係1031尺，係一個3房1套連工人房嘅間隔嚟嘅。一入嚟門口咧就一個玄關位，咁呢個玄關位咧就可以裝好晒你自己所有嘅隨身物品啦、鞋櫃啦，咁啊目測望上去咧都可以擠到大概30-40對鞋。飯廳咧就係6.5米乘4.5米，咁佢嘅空間距離咧係擺100寸電視咧都冇問題嘅。1部、2部、3部、4部、5部、6部、7部、8部、9部、10部、11、12，足12部嘅距離咧，先可以由飯廳行到嚟客廳呢一邊。我哋剛剛咧就睇咗2個華景山莊嘅3房單位，分別就係一個大3房1031尺，同埋一個細3房700尺。如果大家對呢類型嘅單位都有興趣嘅話咧，歡迎你隨時聯絡我。